什么时代了？你还在睡量产床垫吗？每个人体态不同，对床垫的需求也有所不同。Power Sleep 集合来自脊椎力学、医学以及复健专家，加上现在科技的应用，为你打造合乎你体态所需的专属床垫。所谓科技量身，就是利用多颗的体压感测器来侦测人仰睡或侧睡时，身体各部位对床垫的压力分布，借此以确定问题的源头。所谓精准打造，即是借由体压感测器所感应的资料，交由云端的医学大数据程式，计算出身体各部位所对应的精确数字，最后再交由专业的床垫工厂依数据来精准打造专属的床垫。只靠感觉目测量身的芙蓉时代已经过去了。欢迎预约 Power Sleep 知识睡眠馆，28,800元起，马上享受救急克制专属床垫。